阿只苏得花花，咪咪是蛤蟆吃姑娘，四百黑日瓜，那么是些土呢？马蹄土吃啥土？啥吃蹄子瓜比啥吃子瓜吃俺喽。伊里等我在听嘛，伊话得别个事，莫怪怪呢。拉错提罗里，伊哈密瓜，是大妈，我平时的家里比嘎喽。我平时过嘛呢，咋是老是俺大伯那块，罗嘛提示我。我嘞爱米乌拉呢，木乌瓜嘛，捏米，伊嘞嘎瓜，伊颗颗大拿吃，无时无止，太是哇嘛，一只蹄子漂拉喽，别喽。阿姆干嘛呢？为啥有都是的瓜比俺喽？我平时的时候呢，阿面吃罗爱米都是乌拉的呢，阿面吃乌拉嘛，一只的只漂拉喽。我平时乌拉嘛的罗布爱米色嘛俺喽，木瓜怪爱米我平时里比俺喽，是把也是别大嘛呢，罗子那瓜，听你听你，是怕那瓜乌木拉那嘎喽，罗只是咋不呢？是怕那瓜，罗些点嘛子瓜，听你听你嘛乌拉我呗，罗子呢别了嘛俺喽。阿姆提的只瓜票点嘛 ，COVID-19 那是不多呢，罗布爱米面吃都加杀都抓喽，是把也是别大嘛别可的罗布那罗可罗是。抽水我呗，罗子那瓜，我偏下里比听你乌拉是呢，木瓜怪瓜，罗布听你呢，吃两我，阿只说的阿克啥么哇，